咱来三个祈祷。亲爱上帝，阮伫即个落雨天，阮感谢你四季的变化。阮需要雨水，阮需要日光，你拢赏赐。你的稳定教给阮灵。阮即个时阵伫遮三甲要来分享你的圣神托保罗先生所写圣灵的轨迹，阮的欢喜的代志。愿你使阮有欢喜的心神，信靠你的心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开始要讲圣神的轨迹第二个啦吼。我常常想讲是第二粒，其实毋是第二粒啦，第二个，迄是一粒轨迹内底的无共款的成分。第二个成分就是欢喜 joy。我有创迄个，咱大概拢爱创一个希腊文是啥的吼？我希腊文大概袂记了，这拢是去找欢喜，中文翻做喜乐、喜乐。咱台湾话圣经内底嘛有翻做喜乐啦。嘛是有翻做喜乐，英语有 joy、joyful，joy 是名词 ，joyful 是形容词 ，rejoice 是动词。英语加真麻烦哦，咱了欢喜，咱的形容词就欢喜下什么就好啊，拢总这个真简单哦。我读英语的时，敢若记这就记到头壳要大粒去啊。希腊文呢就说 kara 吼。伊原来有字号做，原来是动词，原来无共款，所以这无共款的意思哦。这是互咱做一个参考，安尼来定啦吼。但伫旧约圣经内底有真济特别是诗篇，叫咱用欢喜的声，伊欢喜的声，咱台湾就是欢喜的声，英语翻做 joyful noise。欢喜的杂音啦，大家出声呢吼，迄款真闹热，你看咧。咱拢知新约圣经内底关系欢喜的假事吼，敢若保罗甲耶稣有讲着，剩诶讲无真济，因两个讲上济，因为咱咧讲圣神的轨迹是保罗写的，所以我今仔日要甲咱三个看。保罗安怎讲欢喜 joy 这项代志？后礼拜咱再来看耶稣安怎讲 joy 这项代志。安尼大概就会当 cover。我有做一个保罗的生平大概的年代吼，伊是差不多主后，毋是主前啦，主后啦，主后36年吼，主后36年伫大马色的路上。去互光照迄个代志吼，差不多主后36年。伊家己讲的吼，你读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无安尼写，路加拢讲伊随去传道理，总是伊伫加利太，伊家己写的。伊写讲伊去阿拉伯3年，伫迄3年，大部分人讲迄3年伊一定是咧进修，伫遐默想，将伊的知识甲耶稣基督的教示，伊伫遐好好消化3年久，差不多主后39年，转来大马色。伊转来大马色开始传道理，犹太人要甲抬，即个有一寡基督徒暗时对墙互伊落去，这项代志咱伫书路现来读着吼。因为人要甲抬，所以伊吼走转去伊的故乡大数，住伫遐住差不多4年，4年后主后差不多44年，巴拿巴迄阵去安提阿，真侪基督徒因为耶路撒冷的迫害分散，真侪走去安提阿教会变足兴旺的，所以巴拿巴去大数找保罗出来甲伊帮忙，因伫遐做伙牧会1年久，对迄个。46年开始，伊出去传道旅行，伊拢总出去3摆的传道旅行。那伊写哥林多后书是主后差不多56年，咱今仔日有读哥林多后书，所以我摕哥林多后书念出来。
伊写菲律宾的批是差不多之后62年，所以你看保罗吼，咱拄好有读保罗讲伊到伊写哥林多后书之后56年即中间，伊所受的，互人拍几摆，伊拢有算过吼。伊讲甲足清楚的，伊拢记条条，拢写出来，讲我12年的内底，差不多12年嘛吼，伊44年出来开始伫教的，差不多12年的中间，伊互人电甲金明金啦，咱拄好有读着吼，这是真。伊真正真论命，伊安尼吼。伊写到56年，不过伫迄个伊写的中间吼，有一节吼，恁毋知有着注意到无？第25节吼，第25节，伊讲伊拄着船破3摆，伊伫水内底浸一暝一日，使徒行传内底无这个代志，咱都找拢无。伊捌有船破，总是船破是伊要去罗马的路中，所以是伫56年以后的代志。所以无可能是伊破，无可能是咧讲迄个3摆船破到底当时咱无人知啦。这是敢若讲互恁做参考就好啦吼。伊伫罗马写菲律宾的批是伫罗马写的，伊写即张批是因为吼。伊互人送去罗马，因为伊有罗马的公民权，伊有权利通去皇帝上诉，所以伊坚持讲伊要去。罗马人原来真守法，甲乖乖甲送去。伫即中间拄着船破这样代志。伊到罗马嘛是互人软禁啦，差不多 house arrest。伊家己伫使徒行传第27章，你去读就知，伊。逐日互人用锁链连咧，坐伫甲伊一个罗马兵安尼连做伙，安尼伫遐。伊伫遐会中间写4张批，菲律宾是中间的一张，搁一张是以弗所、哥罗西甲腓利门，写4张批。伊伫遐伊有相当的自由，毋过嘛是袂使黑白走，会袂使黑白走吼。咱拄啊拢经过 COVID， 迄个袂使黑白走。咱拢无连，互人连调的吼，迄种连调的吼，坐踮遐。伊伫罗马的中间，菲律宾的教会吼，我较顶下讲，伊甲菲律宾教会有特别的情。菲律宾的教会真疼伊，叫一个少年人学做以巴弗提，摕一寡摕钱，甲摕一寡物件，对。马其顿对菲律宾行路，迄阵也无车也无啥，就是用行的。迄个少年人行500迈差不多800公里，摕物件来探保罗。顺续遐菲律宾的会友甲讲，你去顺续留在遐留一阵啊，该服侍一下。即个少年呢，大概是行伤紧的款，行到罗马的时候，物件摕有够啦。伊人嘛有够，结果破病。伊要来服侍保罗所以互保罗带顾。伫即款情形的下面伊写菲律宾的批，菲律宾的批有人讲是欢喜的书信 ，the epistle of joy。伊伫菲律宾即本册内底 ，joy 甲 rejoice 即两字拢总用16摆，4章内用16摆。你甲想即个人拄着遮尔济代志伫家家内底，伫遐讲写批互伊的朋友伫500迈以外的朋友，偌久无见面啊，甲因讲，恁着爱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。伊伊写的迄个圣神的果子，第2项伫听的后壁，伊就摆欢喜。这毋是无原因的。即个人到底伊哪会有才调安尼？我拄仔讲COVID的是，咱逐个拢安尼，常常要爬壁吼，逐个拢共款。总是伊伫遐是
长期下，佫一项，伊毋知影伊当时会死，伊会当出家袂，伊嘛毋知。伫迄款情形里面，伊伫讲欢喜的代志。腓立比第3章第1节，伊讲一摆，伊讲恁着靠主来欢喜。啊，伫第4章第4节，咱今仔日读的，伊讲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。我搁讲一摆，着欢喜。因为咱有一句话讲吼，这真重要，所以我甲你讲3摆。伊真正讲3摆，第1摆伫第3章的第1节讲一摆，第4章的第4节伊讲2摆，所以这真要紧。伊讲3摆是安怎真要紧？啊，伊搁将这个欢喜，这个果子放伫第2项。我要来甲咱三角看，咱关于这个道理，我相信恁听真侪摆啊。咱搁来复习一摆吼，咱搁来复习一摆。第4章第4章第4节，伊讲恁着常常甲主结连来欢喜。你有感觉伊即句话是命令呢？你会当命令人欢喜无？你有一个安尼油头革面的吼，你去甲讲，嘿，你着爱甲主结连来欢喜。伊无得个袂真欢喜啦。欢喜会当用命令的吼，伊毋是咧命令啦，伊是我相信保罗的意思上，你要欢喜也毋欢喜吼，是一个选择。你选择要欢喜也毋欢喜。你会当家己选择。保罗拄着遐尼侪代志吼，伊会当嗨惨呢，伊会当逐日都遐怨天怨地、歹性地安尼，伊会使安尼呢。总是伊无，伊吼，我有创一节圣经节出来，伫迄个第1章的第17节、17节到18节，咱先读一摆，我才说明互恁听。伊讲，另外遐个人宣扬基督是出自野心，动机无纯，想要趁我关伫监狱的是加添我的艰苦。外口伊互关咧，外口有一群人还咧讲伊的歹话，伊知影，伊知影。啊，伊搁去讲啦，安尼有啥物关系？是假意还是真心？无论安怎，基督的福音受传开，我就为着安尼来欢喜，着我要继续欢喜，这是伊的决心啦。我就是要欢喜啦。我的环境足歹，总是我要欢喜，这是我的决定。列位要欢喜毋欢喜哦，是你的选择。真正的，咱伫世间会拄着真侪真艰苦的代志，拄着的时候，你要怨天怨地，你要使性地，拢袂要紧，迄是你的选择。你要吞忍，结圣神欢喜的果子对待人，迄是另外一款选择。啊，伊这款的决心吼，毋是像中文有一句讲打肿脸装胖子吼。我就是基督徒啦，我无安尼，我就袂使安尼。毋是，伊会当安尼欢喜，会秘诀伫倒？甲主结连来欢喜，甲主结连。咱拄啊读的圣经是保罗家己写伊所受肉体上，互人安怎讲，互人安怎拍。伊的精神上吼，伊有写。第2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8节到第10节，我有总结咧出来。伊讲伊的精神状态，这是保罗的精神状态。伊讲，阮受尊重，嘛受侮辱。得到歹名声，嘛得到好名声。阮互人看做变神啊，其实阮讲实话。哪阵无人捌，其实人人拢捌；哪阵死去，
其实要得话，阮虽然受刑罚，毋过无互人杀死；虽然忧伤，毋过不时欢喜；虽然忧伤，毋过不时欢喜。伫遮忧伤甲欢喜会使并存啊！你伫忧伤的时，有可能欢喜；你若惦伫主，甲主结连，你有可能欢喜。即句话真要紧呢。即句话是伊家己的观念。虽然较散车，毋过互真侪人好业，亲像无半项，毋过逐项拢有。这是伊的精神状态，这是伊的决定。这真好的模范，敢是？虽然忧伤，毋过不时欢喜。你若伫忧伤的时，还可会当显出基督徒的欢喜，迄个欢喜真宝贝，敢毋是？真宝贝，敢毋是？保罗真正是安尼，伊写批甲菲律宾的信徒讲，恁着甲主结连来欢喜。因知影伊咧讲啥，因为保罗吼伫使徒行传第16章。伊拄去菲律宾传道理的时，伊到遐，伊伫菲律宾住3年，所以伊对菲律宾迄个城市真熟，伊伫遐住3年。伊去遐开始教会的时，恁主要一定捌听到即个故事。伊甲西拉两个去菲律宾传道理，拄着一个查某囡仔吼，互邪神附身，啊会晓讲，会晓替人看命。伊有一个主人哦，拢用伊咧趁钱啦。啊，迄个查某囡仔一日间对到保罗的后壁，伫甲念伫甲，保罗足生气的，全甲赶鬼全甲赶出去。啊，鬼赶出去，但是啊，赶出去了，煞即嘛过去袂晓甲人看命啦。啊，即个头家吼，讲我是财源呢，啊你甲我断去，我倒是要安怎？所以过去官府。保罗甲西拉两个互拖去修理，拍咧吼，甲关落监狱。迄暗嘛，因两个关伫监狱内底，因咧创啥？因咧吟诗啦，因咧吟诗。圣经讲，半暝地动，监的门拢开开。啊，迄个顾监迄个吼，走来看监的门开去，伊想讲，这犯人拢走了啊，伊讲才死啊！伊举刀仔起来想要自杀。保罗讲：嘿，小等，阮拢遐伫个，阮拢无走啊。因为安尼，即个顾监伫遐问保罗讲：啊，我着要安怎？一句真出名的话，阮对细汉念经句着咧念：你着信耶稣，以及你的家，恁就得着救。伊保罗伫遐甲即个讲，迄个顾监吼，带保罗甲西拉转去因厝，有哪甲顾因的伤。互因伫遐住，入去菲律宾教会对安尼开始的，对安尼开始。所以保罗当伊甲因讲，恁着伫甲主结连来欢喜。因知影伊咧讲啥，因一定拢知影保罗甲西拉伫半暝伫遐内底，毋是咧靠餐，毋是咧救天救地，伫遐吟诗学老上帝。伊真正是伫忧伤的时。犹搁在欢喜，菲律宾的教会是对安尼开始的，因为这是非常，所以保罗讲叫因恁着甲主结连来欢喜，因知影保罗家己就是安尼，这是足水的见证，敢是？但第5节吼，伊讲吼，第5节伊讲。着互众人看会出恁的宽容，主得要来啦。你敢无感觉即节圣经在伫遮，甲伊所咧讲的迄个欢喜的代志连袂起来？我去看真侪注解啦，有诶嘛毋知影要安怎写甲哩哩啦啦。我有读到一个注解，我感觉是真合理的。迄个注解是讲哦，保罗伫菲律宾住3年，菲律宾即个城吼住真侪罗马人，
迄是主前30几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时候，带一寡罗马兵去迄个即卖的土耳其啊，伫遐战争了，一寡兵啊就留伫遐，所以迄个城菲律比是Alexander 大帝纪念伊的老爸，伊的名叫做 Philip， 所以叫迄个所在是 Philip。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。你若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12节遐，路加有甲咱讲，迄是罗马的殖民地。伊伫遐3年，伊真知影遐个人的生活状态。伫遐犹太人住伫罗马的殖民地内底，迄生活已经足艰苦啊！以前无人咧讲人权呢，以前拢无人咧讲这啦。因我讲尤其佫是基督徒，佫较少数。伫遐，迄基督徒爱忍受罗马人的糟蹋，嘛爱忍受犹太人的糟蹋。伊知影因住遐住着真艰苦，伊甲因讲着互恁的宽容，互人看会出来恁的宽容。宽容英语叫做 gentleness， 都爱足好个安尼啦。我顶礼拜有讲宽容这字伫哥林多前书13章，仁爱是教宽容自卑，英语翻作 patient。你爱吞忍啊，伫遐住甲真艰苦，爱吞忍。我感觉保罗伫遮放即节是有原因。你叫因为主甲主结连来欢喜。伫遮互人看轻，生活遮艰苦，你要叫我欢喜哪会开？保罗甲因鼓励，知影恁真艰苦，毋过恁是基督徒，恁爱互人看会来出恁的 gentleness， 佮恁的吞忍，用恁的行为活出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做耶稣。做基督徒，主得要来啦，主得要来啦，有2款解说啦。一款初代教会，因为耶稣讲我会过来，耶稣有安尼讲，所以初代教会大家拢在等耶稣当时要过来，因拢想讲耶稣连会过来。咱已经等2000年啊，主得要过来，即马嘛是有人嘛是讲耶稣要再临啦。有一个英文的翻译，我感觉翻了袂歹，讲 The Lord is near。耶稣讲，我要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，我的主不是伫咱的身躯边。The Lord is near。你爱吞忍，耶稣就是你的伫你的身躯边，伊会当帮助你。这是保罗，你会当看出保罗家己互关伫遐，伊还阁咧关心菲律宾遐朋友因的生活，安尼甲因苦劝，这真正是真伟大的所在啦。过来第6节到第7节第6节到第7节，保罗敢若讲你着甲主结连来欢喜，要安怎结连？伊教因着爱安怎？头一项。我要用3字英语，拢用 P 开头头一个是 problem， 袂当欢喜，袂当甲主结连来欢喜的原因，这头前是讲，拢毋通看入什么。你若要甲主结连来欢喜，你着爱信靠，着毋通看入。信靠上帝，这真要紧的，这真要紧的道理。反面来讲阻碍我甲主结连来欢喜，上大的问题就在看路啦、烦恼啦。伊提一项，咱捌听种拄着代志讲笑袂出来，看路甲欢喜无法度通并存的。一个要看路烦恼的人，你叫伊欢喜袂起来，对毋对呢？看路甲忧伤无共款。
我拄仔讲忧伤哦，会使忧伤，嘛会使快乐。忧伤是代志已经发生啊，你伫遮真正是真艰苦啊。伫你的头前，就是有忧伤，有代志爱互你忧伤诶。烦恼吼，是拢伫烦恼还未发生诶代志，看路拢看路迄个还未到诶代志。我捌读着一篇文章吼，我讲互恁听啦，恁要信毋信拢袂要紧啦吼。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写，伊讲吼，差不多85%，咱伫烦恼诶代志拢无发生啦，85%会发生15%，这15%内底吼，会80%吼，是吼真简单会当解决啦，你毋免烦恼诶代志。这我相信，我甲恁讲我诶老鬼事。我最近才去换我诶 driver license 吼。我4月生日啊，3月初我就接到政府来通知讲，你爱去 renew 你诶啥。啊，内底写讲吼，起码都爱上网去 make appointment， 啊，照迄个时间去，一定爱安尼。我讲，阮活到这会吼，看到上网，我骹手就软落啊。我咧惨啊！这当是要安怎？我内顶带一个电脑的工程师吼，我就去问伊啦，讲啊这边啊，伊甲我牧师，你家己试看卖啦，若袂使，我才落来甲你斗用。我就听伊话，我当嘛是等到4月哦，我4月24生日哦，我等到差不多4月15号，才想啊，等无来创袂使，才去上网去创。你有影足简单的呢，无啥的呢。毋过我对3月接到迄张，直直烦恼到4月，迄拢加烦恼的呢。这我要信，这有影，咱大家拢差不多，敢毋是？吼，这有影，所以咱伫烦恼的代志哦，90% 是真简单的当解决，未发生，佫真简单的当解决。咱的烦恼拢加较济呢。耶稣伫马太第6章24节到34节，问一句话讲：恁敢会当用烦恼，互你的生命较长一刻久？烦恼嘛无路用啦，烦恼嘛无路用。啊，耶稣顺续教咱讲哦，看白鸟，遐白鸟无种做，上帝一只一只饲到肥肥肥。山顶遐花草，上帝该装塔甲安怎？伊甲咱讲，恁的天父知影恁的需要，毋免烦恼，毋免看虑。要安怎甲主结连来欢喜？头一步，信靠，毋免看虑。我要是甲恁讲，我讲是安尼讲吼，我顶礼拜讲的。我讲的甲我做的吼，恁毋通想讲我拢袂烦恼，我原来会。咱大家求主帮咱安尼就好啊，咱大家拢会。第2项吼，我第2个 P 是 prescription， 药单啦。什么是药单？第6节的后壁，万事得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。祈祷啦，免烦恼以外，祈祷，用感谢的心，毋是上帝啊！你一定要爱安尼甲我做。咱用感谢，既然甲是感谢，一切拢是上帝赏赐，咱干那接受那定，咱袂当命令上帝安怎祈求。巴克利翻做恳求，真诚恳伫上帝面该求，可能是拢为着咱家己，为着我家己的需要，我伫遐求上帝，恳求上帝，用感谢。所以上帝要讲 yes 还是 no， 出在伊，毋是我伫注意的。佫一个是代祷，有个圣经敢若翻做英语圣经敢若做 prayer。咱台湾话新的一本圣经翻做代祷，巴克利敢若翻做祈祷，
我相信大岛是较保罗即个人的性格较活。咱今仔日读迄个哥林多后书11章，保罗咧讲伊互拍几摆吼。上尾啊，迄句话第十章的28节，伊讲哦，剩诶拢毋免讲啦。干那我逐日为着遮个教会咧祈祷，我着安尼看路到要死啊！伊毋是为着伊家己咧烦恼，伊是咧烦恼伊所设立遮个教会，逐日咧为因祈祷。保罗这是大道啦，这是大道。伫遮保罗甲咱讲，要安怎得到这个欢喜？信靠上帝。伫上帝面前恳求，你有需要，甲上帝讲，过来替人祈祷，大祷，这真趣味呢。我伫牧会中间哦，真偶然的机会看到这，我到即摆还阁会记得。拜托你做出来迄个 PowerPoint Joy， 哇吼！什么？头一项 Jesus 耶稣，甲主结连来欢喜。是别人 others， 过来是你家己，这叫做 joy， 保罗伫遮，经过遐尼济代志，伊犹阁得为人祈祷。过落去第三项是第三个 piece promise， 上帝，咱若信靠伊，咱若为着家己祈祷，为着别人祈祷，上帝会安怎？安尼，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的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。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我读到这时，我感觉哦，这是保罗家己的经验，你知影？伊真正经验安尼。你敢想讲，伊所拄着逆境安尼，伫菲律宾罗马的监狱内底安尼，伊犹阁得讲恁着欢喜，叫伊家己有欢喜，阁叫别人着欢喜。因为即款的平安吼。已经是超过一切人会当了解的平安，敢是？这毋是遐简单会当得到的呢。有一个英文的圣经，迄个平安，咱普通是讲 peace 吼。有一个英文的圣经，翻做 tranquility， 意思是宁静，超越一切人会当了解的宁静 tranquility。真正安尼袂安尼浮，袂真正有迄平静的心，迄平安，真水的翻译 tranquility。过来伊经验着啥？你若安尼做的时候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会保守咱的心思意念，因为所有的烦恼。犹豫这歹物件，烦恼、看路、犹豫这物件，拢总对咱的心思意念走出来，敢毋是？保罗讲，伊安尼做的是，伊经验着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保守，英语做 guard， 固守啦，甲你顾门顾牢咧。这物件袂入来你的心，互你袂去，互这物件影响。这是上帝的圣心会顾咱顾门，互咱袂去拄着这引诱。因为这是真水保罗所讲的。我伫遮吼要甲咱分享2节圣经节，是
若讲到欢喜跨入这代志的时，大家拢会去印着圣经册吼。啊，有两节伫上尾啊，遐无啊，无啊，是咧，安尼我甲恁讲袂要紧，我甲恁讲袂要紧哦。啊，好佳哉我拢有载圣经来哦。啊，头一节是吼，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，所以我爱找这里头。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吼，这是彼得讲真出名的一句话。伊讲吼，恁着将一切的快乐交互上帝，因为伊关心恁。恁着将一切的快乐交互上帝，因为伊关心恁。交互上帝即字吼，伫英语叫做 cast 是等啊，将你的快乐等互上帝啦，等互上帝，上帝会甲你接受啦，你等互上帝。我伫读这个圣经时，我想到 Carol， 咱高博啊，恁来啉吼 ，Carol 为着癌开刀开几摆啊，咱大家拢知影吼。一摆吼，本来年前伊咧治疗啊，我看到伊安尼讲，啊 Carol 你是好势，伊讲啊好啦。即摆要安怎？伊讲我嘛毋知，我会当做的，医生叫我做的，我拢做啊吼。即摆过去就伊爱烦恼啊，我毋免烦恼啊。这伊安尼甲我讲的。我真正真学了伊的信仰。伊讲我会当做的就拢做。即摆过去医生去烦恼，看要安怎医治我，我毋免烦恼啊。你对，将你的快乐迄落上帝，上帝关心你。搁一节是箴言吼，箴言第17章的款，箴言17章22节，我好佳哉，我还小可会记吼。这个嘛是真出名啦。17章第22节吼，伊讲吼。欢喜的心是好药，忧伤的心互骨孤达。欢喜的心是好药，忧伤的心互骨孤达。例如好药吼，若无食迄药仔，甲你无关系呢。欢喜的心是好药，要食毋食你家己决定。忧伤的心，互骨头孤单。真侪人都刚刚要去提迄忧伤的心啦，连要咧困袂去，连要咧食袂落咯。因为我毋是讲真简单讲食袂落、困袂去、食袂落，我毋敢讲是，总是伫位，这是咱信仰可贵的所在，敢毋是？圣经甲咱讲，这是好药啊，咱来食。保罗甲咱教，最后我要用咱确定要念的一首诗哦，咱大家拢熟悉的一首诗，《至好朋友就是耶稣》。迄内底几句话，我来做今仔日讲道的结束。心肝常常失落平安，烦恼啦，心肝常常失落。豆豆看如艰苦事，操烦啊，操烦。这是对咱未有深信，未有放心交托主。总是感谢上帝吼，耶稣在咱心的软弱，主的用手热查保护，心通安然免烦恼。咱来参加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互阮通过分享欢喜这个代志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信靠你，互阮显出做基督徒伫你会听的内面的欢喜，影响阮周围人，
阮会特别为着心肝艰苦、心神软正的，阮毋捌你，总是主你拢知，恳求你保守看顾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搁较信靠你，通过阮伫你会听的内面会欢喜，证明阮是你的学生。祈祷奉耶稣的名。